技不如人。刚刚那一剑很精彩，只是太可惜了，你几乎只差了一步，就能登上那神游玄境。苏长河，人们都说这天下第一不是百里东君，就是洛清扬。可是没想到，雪月剑仙面临死境，竟能一剑到此等地步。看来你还是和当年一样，很不喜欢我。不过巧的是，我也一样。你依然和当年一样，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。是啊，不然怎么能坐上大家长的位置呢？去吧！小仙女，我很想你。